咱来看高雄有一间幼稚园传出内面的职员会大力甲囡仔扭，甚至甲3岁囡仔伫咧涂骹摊，还佫用这衫来甲因砍头，囡仔是惊甲无爱上课。机关初步掌握上无有3个囡仔受安尼对待，代志爆出来了后呢，幼稚园赶紧甲人开除，即马教育局也介入调查咯。 有囡仔要坐落，老师却雄雄甲伊拖走，害囡仔更倒坐，甚至佫甲囡仔衫揪起来砍头，技术砍布地行为。这个穿甲色衫的技术老师的人，其实是高雄一间幼儿园的职员。议员找到接到家长订正，讲这个洗出来查某职员用粗残的做法来对待3岁囡仔。家长讲，伊是发现囡仔这1、2个月雄雄开始拒绝去学校上课，才发现代志无对当。但是这几个月来，他就是半夜都会做噩梦，然后都会哭闹，然后就很反常的，就是。 一直坚持他不要上学，而且甚至跟他说要上学，他是崩溃的情形。那我们就觉得不太对劲，之后才回去看监视器的画面。老师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具有教保人员资格的一个教师，他还是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职员而已哦。那进行这一项这个管教的这个行为，我们就请教育局一定要彻查这个园方是不是知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 包括大力揪囡仔，甲囡仔当作布女啊，拖伫涂骹行。议员讲，这个职员3月份才告职，初步掌握至少有3个囡仔受到这款粗残的对待。代志曝光了后，园方随将人开除。对此，教育局讲已经启动调查，若真正查证是事实，这个职员上悬会当罚60万。这世人袂当阁去幼儿园食头路。我们如果有看到这个事情，我们一定会立刻制止，不会让它这件事发生。那该名成员也已经被解聘了，最高可处1到4年。 甚至终身不得再任职幼儿园，园方将依情节面临减招、停招、停办或废止设立许可等处分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调阅家长提供的监视画面，要求园方爱将影片的资料补齐，后续会调开审查小组，同时建议成立专案小组进一步调查。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永昌报道。